6月20是国际难民日，台湾人权促进会甲国际特赦组织17召开记者会，讲台湾的难民法已经延签15年啊，应该要赶紧立法，才会当遵守到国际法的卖港遣返规定。来自伊索比亚的 Tesfaye 伫台湾读博士，踮伫台湾超过3年。伊的故乡为旧年开始来战，但是伊伫明年9月就要毕业，希望会使伫台湾寻求庇护。伊讲伫台湾有共款状况的伊索比亚人有几十个。那我国至今其实不止没有难民法，其实在移民法里面对于寻求庇护者，还有难民也是只字不提的。那也没有任何一条条文在处理国际法上面的面对难民个案时的不遣返原则。国际特赦台湾分会表示，就算咱毋是联合国的成员，嘛也未立难民法，但是不遣返原则是国际公刑法，应该要遵守。这几年其实都没有什么实质上在法案上的进展哦。那我们统计到现在，至少大概有将近50位的当事人来台宣会寻求协助，然后但很可惜的是说，我们从来都没有一位是真正的被政府所承认而且接受庇护的。台权会讲，难民伫台湾无合法的身份，最暗欠名者，超市是连者顶顶对抗疫情的政策保护措施，因拢无度使用。呼吁即届政府莫阁耽误伫台湾已经延签15年的难民法立法。记者郭碧伦、陈泰伦台北报道。